哦，这个洛神花的病虫害，你看太成熟了，然后你看有那个白白的那个虫的病虫，然后又有蚂蚁跑进去哦，像这样封闭式的，通常里面有躲那个蚂蚁，或者是菇荇啊，白白的那个菇荇啊，国语怎么说菇荇？所以要适当的时机赶快采收了。人家那个漂亮的，人家漂亮的，你看，漂亮的，开粉红色的花，哦，还可以3个花苞啊。漂亮的时候赶快处理，久了以后就生菇荇病虫害。